90年代的經典女星楊采妮結婚後搬到新加坡，專注於家庭生活。由於拍戲減少，她現在有更多空閒時間，也喜歡做一些小型個人項目。最近，楊采妮開始在網上分享日常生活點滴，甚至逐一回覆粉絲留言，展現出非常平易近人、親切的一面。搬到新加坡後，她也透過孩子認識了一群家長朋友。她對這些友誼非常感激，罕有地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，大家在孩子成長和生活中互相支持和鼓勵。孩子上學時，楊采妮會利用自己的時間學習各種手作，尤其對陶藝特別感興趣。她說自己很喜歡捏陶土的過程，看着泥塊慢慢在手中成形。她會平心靜氣，耐心跟隨老師步驟，專注於當下，認為即使再急也要放慢節奏，享受過程。她的網上分享吸引了大量粉絲留言，而楊采妮都以友善、真誠的方式回應。粉絲讚賞她的創意和育兒方式，也有人表示很羨慕她在新加坡的作品。她甚至幽默地對一位粉絲說，如果在街上遇到你，你會打招呼嗎？這句隨意又溫暖的話，真的贏得了大家的心。從對陶藝的熱愛到真誠回應粉絲，楊采妮展現出更貼近生活、可親的一面，也證明了即使是明星，也能享受生活中的簡單樂趣。